呢個湯十分清甜，用嘅材料性質溫和，適合一家大細飲用。健脾胃，幫助消化，亦能夠潤燥，有助舒緩皮膚乾、乾咳等問題。450g 新鮮去皮山藥，清洗乾淨，切滾都快，浸喺水裏邊以免變色。400g 一個水晶梨，400g 紅甜蘋果，洗淨去核切塊。大火熱鍋，以下1湯匙油，油熱，15g 嘅薑片煎香20秒，600g 嘅雞腿煎香1分鐘，2湯匙米酒煎30秒，1700cc 嘅滾水，400g 紅蘋果塊同埋400g 嘅水晶梨塊，450g 嘅山藥塊，10粒無核小紅棗，蓋好大火煮滾，滾起之後不走嗰啲浮脂，攪動一下食材，蓋好轉細火煮半個鐘頭，抹走鍋邊嘅浮脂，1.5茶匙鹽攪勻就做好啦。